我是誰？生命的確永遠是在一個未預備好的狀態中進行，而使在其中發生的一切蒙上一層曖昧性，甚至有時令我們感到不真實。正若處子，動如脫兔，這是我中學畢業時同學錄對我的描寫。我不知道還有多準確，不過既然這是一句成語，我想大概也不至於獨特到哪裏。人的性格畢竟不是那麼純粹的。其實中學時的我相當不務正業，喜歡逛書局和到圖書館看開書多於躲在家裏念正經書，成績是僅混得過去。是以上述句子前半部的描寫肯定沒有任何特別褒獎的含義。至於動，我倒會代表學校參加過一些校際乒乓球比賽，又是國術組的熱衷分子。畢業前終於因過熱而黑爛了學校禮堂的大門，晚節不保。在外念書的時候，還有洋人煞有介事地跟我學功夫理。表面看來，我是一個與世無爭、愛好和平的謙謙君子，卻有不少次因為干涉人打尖及在不准吸煙的地方吸煙，而差點在大庭廣眾跟人大打出手。沒辦法，明知故犯，而一般人怯於干涉的通常都是惡人。寫文章的時候，我表現得異常理性和客觀。面對面辯論問題時，我卻往往投入得幾乎不能自己。平時我待人甚為隨和，不是自詡，是一般朋友對我的評語。打起乒乓球來，朋友卻以暴戾來形容我。我可以在書店瀏覽上一整天而仍感依依不捨，但無形店內的槍械卻同時對我有一種莫名的誘惑。到底我是斯文淡定抑或好勇鬥狠？是冷靜沉着抑或倔強衝動？是理性化抑或情緒化？是隨和抑或暴戾？是成熟穩重抑或仍然童心未泯？在不同時候的不同處境，這些表面看來難以並存的描繪都不能說是不正確。那麼到底我是一時一樣的變色龍，抑或同時多樣的多面人？是有待琢磨的真君子，抑或是深藏不露的假小人？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雖然我在大學主修心理學，或者說，因為我在大學主修心理學，心理學的常識告訴我，不少表面看來高尚、美善、偉大、動人心弦，有時甚至連自己亦不禁暗暗佩服自己的成就或努力，背後其實是一種微妙的心理補償，為的是要克服那被壓抑下去，即是連自己也不敢承認和不自覺的焦慮或恐懼。當然，我並不認為這些成就或努力因此應該受到教益或否定。但如果我們希望對自己和別人有多一點的認識和了解，那麼對這種補償作用 （compensatory mechanism） 的覺察會非常有用。事實上，一個人在任何時刻的態度或表現都可以有不同角度和層次的含義，而這些不同的含義卻可以同時都是通確的。就如楊格 K 翁指出，一個夢通常都有不止一個可能的解釋，而這些解釋可以同時都是對的。所有的解釋都包含一點真相，而每一個解釋都豐富我們對事實的了解。只是我們的理性主義不斷追問那個絕對的答案，卻忽略了那些零星的線索，因而也摒棄了認識事實真相的可能。所以當我們以為自己完全掌握透一個人的時候，我們便不再了解他，包括自己，因為我們已經停止會試去認識他。人不單只是一個存有 being， 他還是一個潛有但 becoming， 因此他是一個沒有窮盡的奧秘，無法被納入我們那條理分明的思想檔案。在這個意義上，沙特 J.P. Sartre 說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很可以理解。正如我開始的時候提過，人的性格並不是那麼純粹的，故此外向和內向、好靜好動等簡單的分類往往導致誤解多於了解，仿佛幾個僵硬含糊手的名詞就可以套住一個活生生的人。並且我們的生活角色 personage 亦不是從一而終的，每一個新的處境都顯露出我們一些不同的特質。而對某些讀者來說，我可能是一個嚴肅的思想家，但對我媽媽來說，我只是一個名未大透的孩子。
我們是不自覺地不斷改變自己的態度行為去符合每一個新手處境的要求，我們甚至同時是不同的角色。多少人在家中的表現跟在外面的表現是如何的不同啊？在家中他們是受盡請般服待的帝王，在外面他們卻捨己為人而沒有半句怨言。有人在家傲蠻橫好勝，在外面卻是溫柔委婉，在家中沉默寡言，在外面卻是滔滔不絕。但這官虛偽卻不一定扯上關係。我有一位朋友常常被邀請在不同場合發言或作專題演講，是公認能言善道者，但他卻私底下跟我談及他害羞的性格。在我們的心底永遠存在着一些難解的掙扎和矛盾，信而參半，愛恨交纏，錯綜複雜，難解難分。在其中時間卻無情地溜走，生命亦默默地過去，而我們則永遠是在一個未預備好的狀態下作出一些自己其實無法肯定的抉擇。曾經有一個人在納粹集中營裏作了一首這樣的詩：我是誰？人常這樣告訴我。當我從牢房裏走出來，鎮定地、開朗地、穩重地，像個從鄉間來的紳士。我是誰？人常這樣告訴我。我常跟獄吏們攀談，釋然地、友善地、清晰地，仿佛我是在發號施令。我是誰？他們還告訴我，我承擔着不幸的日子，平靜地、從容地、尊嚴地，就像一個慣於勝利的人。我又是否好像其他人所說，抑或我只是我所認識的自己？不安、焦躁、苦悶，像隻能中鳥，掙扎着呼吸的空間，仿佛喉嚨被人掐住，期望着色彩、花朵、雀鳥的爭鳴，渴望着溫柔的說話、鄰舍的交往，搖蕩於期盼大事的來臨，無能地為遠方的朋友而戰慄，在禱告、思想、默傳中感到頹喪和空虛，不知隨時準備跟這一切告別。我是誰？或此或彼，今日是這個人，明白是另一個人，抑或同時是兩個人。在別人面前的偽君子，在自己面前的卑俗可憐的懦夫，抑或在我裏面形象一支戰敗的軍旅，在已獲致的勝利中慌忙逃遁。我是誰？這些孤單的問題常在嘲弄我。無論我是誰，上帝啊，你知道我屬於你。D. 潘霍華，我是誰？生命的確永遠是在一個未預備好的狀態中進行 ，already and not yet，而使在其中發生的一切蒙上一層曖昧性，甚至有時令我們感到不真實。但倘若我們希望扎根於這個令人困惑但我們僅能把握的時空，我們就必須向那位我們稱之為上帝的終極實體，The Ultimate Reality，說是，然後我們會發現對這位終極實體的肯定將倒過來確立那曖昧的現實，在一切的不肯定中為生命賦予不可動搖的根基和目標，使在其中發生的一切成為價實和有意義的可能。一相對論，作者楊思，出版發行，突破出版社。